大家好，愛米盒子 M3 Pro 5部抽獎啊！今日咧就係31號嘅3月31號嘅Jimmy 咧喺28號咧已經翻到嚟英國啦就28號翻嚟英國咧個天氣係非常之好嘅28、29、30、31個天氣非常之極好尤其是係太陽添之前咧未翻嚟英國之前咧仍然都係陰天嘅。佢話嗰啲朋友同我講：哇，喺英國好凍係你翻到嚟咧先至係陽光普照咁我亦都係好榮幸咧，就係今次咧就開箱咗呢個嘅 M3 Pro 嘅愛米盒子。好啦，咁5部咧就今日咧就預備就抽出去。我哋應該點樣抽出去咧？睇到阿 Jimmy 啦。呢個咧就係片段嚟㗎，有5個抽出去。我哋最先咧就睇下今日時間係幾多先。而家咧就係香港時間就11點31分啦，係31號嘅。Jimmy 曾經講過話係月尾月尾我28號翻到嚟咧，今日已經係3月尾嚟㗎啦。好啦，咁咧英國咧時間就下晝嘅就4點32分。好啦，咁我哋咧就用翻一個嘅抽獎嘅軟件咁呢個抽獎軟件咧，我哋只要咧就喺嗰個網址入邊咧，我哋嗰個嘅愛米盒子 M3 Pro 開箱嗰個網址打入去之後咧，佢咧就會係即時咧就打入去之後咧，即時找到留言。總共有幾多個留言咧？我哋 click 佢先，應該就仲有710個留言總共有710個留言。好啦，抽出幾多人咧？係5個嘅見到我有5個。咁咧留言入邊咧就需要咧，我要抽獎愛米盒子 M3 Pro 咁有啦當連續抽獎嘅時候咧，排除已抽中排除已抽中就唔會再繼續抽中啦。移除重複嘅留言嗰啲人嗰啲 email 重複嘅人咧就唔可以再參加嘅。好啦，我哋示範一次俾大家睇睇點樣去抽獎啦。好啦，所有嘅嘢全部齊晒之後咧，而家抽獎咧而開始抽獎咧就係示範未正式嘅開始示範俾大家睇。將會有5個抽獎喺710個留言裏邊開始抽獎。總共咧就試過1、2、3、4、5，呢個唔算㗎，呢個唔算嘅。好啦，重置佢。好啦，重置佢之後咧，仍然咧而家咧就係正式開始。好啦，YouTube 入邊咧就2025愛米盒子 M3 Pro抽獎，總共咧係有5個嘅幸運兒可以抽獎。到時候咧我就會咧寫 email 或者 message 俾一個嘅幸運兒之後咧，希望能夠喺1個星期內答覆我嗰個地址，跟住咧我就會寄出嗰個盒子去你嗰個地址嗰個地方。記住，一定要係1個星期內如果你1個星期內咧冇答覆嘅話咧，你嗰個抽獎咧就被取消，我會咧再抽過另一位幸運兒。如此類推，希望大家喺1個星期內咧答覆我你個地址喺邊度嚟嘅，我就會寄出嗰個機頂盒去到你嗰個所住嘅地方。好，正式開始，1、2、3，開始抽獎。好啦，總共咧就1、2、3、4、5。好啦，你見得到咧就呢3個咧已經係齊晒啦，5個我而家咧由今日開始數1個星期內，希望你能夠咧俾到我你個地址，我會寄出俾你。如果過後嗰1個星期後咧，將會被取消，我會另外抽另一位幸運兒。OK，